好，除了这家己以外嘛，来关心伫咧台南的沿海嘛是共款传出真侪灾情，亲像7股中寮里呢，是有真侪住户在厝顶拢飞走去，也佮有电火条嘛倒规排，当地即马是还佮咧停电抢修。另外呢，嘛有真侪道路拢已经封起来，因为这台南的北门嘛是因为这风伤透，南昆新大天府白楼嘛倒去，损失是真惨重。 电火条、小轮线拢倒去，路柱嘛倒规排，要往7股区一道路拢封锁起来。这回台南市对南部沿海扫来，地势影响真大。7股嘛对昨暝停电到今也未恢复。更较严重的是，昨昏伫遮测到16级的强阵风，中寮里有一住户的厝顶拢飞去，有的甚至破空，水直接灌入去，地势内面嘛漏水。在地住户怨叹讲，带一架子唔捌遮严重过。差不多12点的时阵，就一阵风，就一扫啦。 啊，就规个厝也就开始乒乒乓乓啊，嘿，啊来去来就看规个厝也拢晓坏啊。进前敢捌呢啊？唔捌，参地动嘛唔捌安尼过。直接40外档唔捌安尼。哦，这个算上严重。较小种诶，嘿啊，这个是讲风台可能行西边线，啊，伊早上就行迄边过来回南，是较袂遐受力。在车上坐了快1个小时，因为我进不去，因为那时候刚好风雨正大，就是一直传国家警报，12到14级风这样。昨风台对家己布地附近登陆，西南部现大风变大雨，北门区南昆新大天府本正因12支台湾新武器做的6条打造真有气派白楼，第2018年捌正经地基强化，毋过嘛无法度走险，这回白楼规海去，才因为嘛停电无法度抽水，地势庙埕有淹水状况。第一件讲，较含啦吼，啊，不过来了诚心啦吼，诚心较重要。嘛是爱入去。因为没电了，所以抽水机坏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用那个柴油的抽水机赶快过来支援，来协助把这个水排掉。针对风台造成台南18万户停电，目前停电数也有16万户在等。台电公司这阵加派人工，全力在抢修当中，停水问题按算中到正会恢复。市府嘛回应，各局处拢已经启动应变机制，让大家赶紧恢复正常生活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